新闻一开始，先看这前文假期已经开始后啊，大城来看这交通的状况。高公局是有高速公路路南的交通量是到平常时1.5倍。那另一个国道3号清水服务区是对透早就开始车多人多，服务区嘛提早2点钟来开门应付。 想要停车，搁要排队。国道3号清水服务区早起出现大量的车潮。清明连假头一天，中部天气真好，有民众7点为嘉义出发上北要到台北陪梦，干那开1点半钟就到台中，路况算真顺。嘉义到这里清水站，在8点半以前我们下来，都很好。 对，北上我觉得是比较好的。清水服务区伫咧国道上北路南的中心点，业者考量清明节特殊的状况避节，提早2点钟营业。2个连假4天会有12万人来，比去年同期成长1.5至2倍。我们预估这4天大概人潮会有大概有12万人哦。是卖场的部分其实有提前到7点营业，提前2个小时哦，因为扫墓的部分都是比较早的。高公局预估，这一天国道交通量是124百万车公里。 主要是以路南车潮为主，会达到平常时的1.5倍。早起各以杨梅到湖口、中华系统到园林，还有国三龙潭高原、乌里到快关、中兴到龙井，拢有车较侪的状况。国5是大部分正常。你好走时段部分，像是西部国道的话，建议在中午12点后出发；而另外国道5号部分的建议在下午5点后出发。 另外，同时可以多利用替代道路、替代国道，像是多利用台6E替代国1、国3。高公局建议，西部国道路南会使选择中昼12点过了才出发，国5下晡5点了再上路，注意相关的疏导措施，才当撇开塞车的路段。公司新闻台中台北报道。